出師表，諸葛亮。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。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。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。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，俱為一體，職罰莊婢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奸犯科，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志。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、侍郎、郭攸之、秘醫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順。是以先帝簡拔以為陛下。如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知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彌補缺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盛行淑均，曉詳軍事，事用於昔日。先帝稱之曰能。是以眾議舉寵為督。如以為營中之事，悉以知之，必能使航陣和睦，優劣得所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。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。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精良死節之臣。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繼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久存性命於亂世，不求問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知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。以來20又1年矣。
先帝之臣謹慎，故臨崩忌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宿夜憂嘆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名。故5月悼牢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。庶竭勞頓，揚除奸兇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選益，盡盡忠言，則由之伊尹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由之伊尹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知周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本文是諸葛亮在蜀漢建興5年公元227年出兵北伐曹魏，臨行前寫給後主劉禪的封奏表。最早載於陳壽《三國志》，原無篇名，其後蕭統收入文選時，此定名為出師表，此為前出師表。諸葛亮於次年第2次北伐前再次上表後主，稱後出師表。在前出師表中，諸葛亮一方面分析形勢，並對政事作了妥善安排，一方面勸勉後主要親賢臣，遠小人，並表明自己圖報先主，效忠蜀漢的心跡。公元221年，劉備稱帝，諸葛亮為蜀漢丞相。公元223年，劉備病逝，將劉禪託付給諸葛亮。諸葛亮實行了一系列比較正確的政治和經濟措施，使蜀漢境內呈現興旺景象。為了實現全國統一，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亂之後，於公元227年決定北上伐魏。由於後主劉禪年紀尚輕，少不更事，寵信小人，諸葛亮擔心在北伐期間政事受他人把弄，於是臨行前上表後主，以懇切委婉的言辭勸勉後主要廣開言路，嚴明賞罰，親賢遠令，以此興復漢室，同時也表達自己以身許國、忠貞不二的思想。